各位兄弟姊妹平安。咱搁一摆要来透过母亲节，要来感谢咱的妈妈。我想每一个老母有无同款的心声，特别今仔日咱每一个人拢有结一蕊花这蕊花无论你是红色的，是白色的，咱拢要结今仔日献上感谢。这个感谢除了感谢老母以外，也要感谢咱的上帝。透过老母加做咱的帮赞，透过老母的疼，互咱感受到上帝的疼。来要分享之前，咱做伙阿头来祈祷。主，我感谢你我们搁一摆要来到你的面前敬拜俄罗主你。愿主你搁一摆三甲甲阮伫地，特别今仔日是母亲节的主日，我们搁一摆来献上感谢。你守护阮每一个人拢有一个老母，互阮透过老母的疼来感受到主你对阮的疼，互阮透过老母对阮的照顾，会当互阮会当看见主你也咧照顾阮。愿主你来你来特别纪念阮每一个人的妈妈，无论伫天家也是抑搁健在。愿主你互阮特别伫今仔日的母亲节主日，我们搁一摆献上阮的感谢来对阮的老母，也要来感谢主你。愿主你今仔日的圣神真做阮的开来甲帮赞，互阮每一个人所听的互也所讲的，拢会当做伙来当领受。主，阮感谢你，安尼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我想每一个人有无同款的性命，每一个人的妈妈也无同款。毋知影你有欣赏过别人的妈妈过无？我有呢。我真正拢感觉讲别人的妈妈哪会遮尔温柔，遮尔善良，讲话哪会遮尔轻声细碎。是安怎样？我的老母讲话哪会拢遮粗鲁，对我遮尔歹，定不时吹就要举出来。所以我印象中想起我的妈妈的时阵，我拢想起水讲。真正我妈妈拢摕水讲甲我笑，因为我真正足陪囝的个足惨的啦不过我想今仔日特别伫母亲节的主日咱要搁一摆来孝念，来感谢咱的老母。无论你的妈妈有健在无，咱拢要今仔日要来献上感谢。有的人有可能伊无妈妈，有的人出世就无妈妈。不过我想每一个人拢有一个一生中间亲像老母的人来甲你关心。有可能是一个阿嬷，一个老师一个你身躯边真帮赞你的阿姨。我想每一个人拢无同款，不过上帝有缘，互咱每一个人拢有一个亲像妈妈的疼来照顾咱的生命。上帝透过老母来有心来养饲咱。圣经讲到这个老母的安慰，佮亲像上帝的安慰以赛亚书讲安怎？亲像老母安慰伊的囝，我嘛要安慰伊。哇，兄弟姊妹，上帝讲妈妈的疼，佮亲像上帝的疼；妈妈的安慰，佮亲像上帝的安慰所以兄弟姊妹，当咱也是细囝的时阵，当妈妈甲你抱、甲你揽的时阵，迄个感觉佮亲像上帝咧疼咱毋知影当你想起着你的老母的时阵，你会想到啥物？当你想到你的妈妈的时阵，你敢会想到过去迄款互妈妈养饲的过程、教育的过程，还是你会想起着妈妈煮的一个芳菜一个菜肴，一个妈妈的味？也是当你想起着老母的时阵，你会想起着老母的叮咛，你会想到妈妈的责任，会想起着妈妈伊关心的代志。无论怎样，咱的老母拢用伊的方式尽力来疼咱每一个人。无一定伊的方式是正确，无一定伊的方式是妥当。不过我相信，每一位妈妈，伊拢用伊的全灵全心来养饲伊的囡仔。我想咱在座每一个人有做老母坐伫下骹，要真做一个老母真无简单要养饲一个囡仔，对10个月伫腹肚内底，我想有做过妈妈、有生过的人，拢知影迄款的艰苦，迄款情绪爱调解，迄款面对着即个身体开始变化，开始身材有可能会无共款，
对一个水水的少女要成做一个妈妈，真无简单呐。特别有可能妈妈为着要养饲囡仔，为着囡仔的教育，为着囡仔的未来咧操烦、操切，有可能因为囡仔伫遐咧流目屎。这个代价有可能，咱的老母拢袂捌讲出嘴，拢袂捌甲人讲过，因为妈妈拢安怎藏伫心肝内底。咱无法度体会到做老母的辛苦。不过，当咱有一天真做老爸甲老母的时阵，咱才知影原来真做人的老爸老母是偌尼有做的挂虑甲烦恼。特别今仔日是母亲节的主日，要搁一摆邀请咱大家伫今仔日来孝念、来感谢咱心中、咱生命中迄位妈妈。今仔日咱要看一段圣经文，要来看一位做老母的心声。这个老母伊叫做哈纳哈纳，要来归撒母耳记上第1章第9节到第18节来看这位老母啊。这个妈妈是啥？是咱的先知撒母耳的老母啦。咱来看到讲今仔日伊有最的痛苦，无法度互人来理解。这个哈纳，伊是一个先知的母亲撒母耳的老母。伫撒母耳还未出世之前，哈纳就一直背负着最的艰苦。这个忧愁是安怎样？对倒来，对伊无法度生啦。伊望伊会当赶紧有身啦。兄弟姊妹，伫犹太人的社会中间，若是你做人的某，你无法度来生囝，代表是一个真见效的代志啊！伫迄个时阵，你无法度生囝，代表讲即个丈夫、即个家庭无受到上帝的祝福啊！所以伫犹太人的中间，伊认为什么？妇人人甲伊的囝的细囝是伊的产业啊！所以兄弟姊妹，咱会当来比较看卖，若是你是一个合纳的身份，你有压力无？你有厝内底压力无？你有厝边隔壁的压力无？你有对这个社会来看的角度的压力无？咱看到讲这个圣经在第5节啦，你用圣经来看到第5节，无奈耶和华无互合纳会当生囝啦。原文叫做什么？耶和华关闭他的子宫啊，也就是讲，伊面对的状况是什么？伊无法度生啦，无法度有身啦。不过伫迄个过程中间，咱看到哈纳伊安怎真艰苦。直到哈纳伊行到即个圣殿后口的时阵，伊要来讨棒，对上帝讲伊心中的委屈，伊心中的即款的艰苦。来到圣殿的后口，伊来耶和华上帝来祈祷，望上帝会当赏赐伊一个后嗣啊！而且伊讲什么？伊愿意互即个囝一生真做耶和华上帝来使用。而且伊讲着啥？伊讲吼，即个囝一世人安怎无要剃头毛啦？兄弟姊妹是安怎样无要剃头毛？咱大家来看到即个即个礼俗人啦，就是讲即个中文叫做拿细尔人的规定啦，也就是讲伊一世人袂当剃头毛，无要啉高酒啦，也袂当食即个无清气的米啦，这代表什么？即个囡仔要一世人献互耶和华，即个囡仔一世人就要分别做成献互上帝。头毛留互长长，是一个象征性的分别为圣啊！所以哈纳讲什么？伫上帝面前讲，你若赏赐我一个囝，这个囝就要来服侍你，要立志分别做成，将这个囝的性命奉献出来。不过咱看见这个哈纳，伊拄到一个问题啦。这个伊的翁婿叫做以利加拿，伊有2个某啦。伫迄个过程中间，迄个时代犹太人有侪的某真无稀奇，因为因的文化甲观念就是安尼啊。不过咱看到什么？即个伊的另外一个某叫做即个迄个叫做比利娜啦，台语叫做比利娜啦比利娜总是安怎口出恶言啦，因为安怎较蹊跷啦。你无囝，
所以你想看觅，当一个家庭内底有两个某的时阵，绝对会安怎竞争、比较，讲话就安怎会酸啊哦，吼。所以咱会当想象讲，即个含咱伫即个家庭内底有侪艰苦无？有啊。不过即个先生比较安怎较疼即个汉娜？伊讲，敢讲你爱我不比这个多吗？伊的翁讲啥物？你有我呢？不过，当面对即个汉娜伊无法度生、无法度有心的即款的压力的时阵，伊的翁婿却无法度安怎来体会伊的艰苦啊！所以汉娜安怎？伊只好到上帝的圣殿后口来求讨上帝啊！汉娜互咱看见一个老母，伊无法度对人讲出嘴的心声，不过伊选择安怎？豆豆来到上帝的面前，将伊心内底的艰苦流目屎祈祷啊！安尼艰苦甲忧愁，无互汉娜离开上帝，放杀上帝啊！颠倒安怎？即个老母伊犹原选择去调上帝，用祈祷来到上帝的面前，将伊心中的痛苦、委屈、压力带来到上帝的面头前。伊无选择安怎？对人讲啊，伊无选择对伊的翁婿讲啊，伊无选择对伊的厝边隔壁讲啊，伊也无因为安尼气杀上帝。兄弟姊妹，咱看见真侪一个老母有侪的心声是无法度互人看见的，伊无法度讲出嘴的所在。特别兄弟姊妹，当咱伫一个华人社会内底，咱拢知影，对一个少女要真做一个老母，要嫁到人的另外一个家庭内底，做人的某是真无简单。要做人的新妇，必须要安怎适应一个新的家庭的生活？伊也学习真做一个太太，真做一个好的新妇。直到伊有心了后，真做老母以外，伊该学习要安怎来做一位妈妈。伫即几个中间，我相信在座每一个老母拢有同款的感受。真侪时阵，老母所承受的，你的翁婿毋知影，你的囝也毋知影。时常有侪的时阵，老母为着家庭的和谐、囡仔的教育，老母拢安怎？点点咧承受啊！老母时常是承受迄款别人看袂到的心声。伫今仔日的中文中间，汉娜犹原共款啊，伊有别人无法度理解的痛苦。不过咱看见汉娜伊并无因为安尼委屈痛苦，继续安怎藏伫伊的内底，直到真做一个怨恨，真做一个冤仇，真做一个放袂落的迄款的痛苦。伊无因为安尼放弃家己的性命，汉娜伊选择祈祷，伊来到耶和华的面前，将家庭的问题、性命的问题交托伫上帝。我相信在座每一个老母，有人犹原为伊的囡仔咧祈祷，为着伊的囡仔的未来来烦恼焦躁。为着家庭来守望祈祷，甚至有流目屎过的时刻。不过你的翁婿有可能毋知影呢，你的囡仔毋知影呢。不过上帝拢知影。伫细汉的时阵，咱拢抓准讲妈妈是超人啊，伊老母安怎？爱教育囡仔以外，翁婿倒来甲款待翁婿，甲有大家大官甲安怎？爱服侍大家大官。不过，当咱真做即个事实，人问讲妈妈有需要当三工无？妈妈，你有需要分担的无？咱的老母通常拢会讲安怎？无要紧啦，无代志啦。其实咱的妈妈内心拢有极大的压力，甚至有可能有的妈妈会感觉讲安怎？伊家己无够好啦，伊长期互家己的性命安怎活伫迄款的压力内底、烦恼内底。不过，咱看见今仔日的圣经的主角哈纳，伊安怎？伊犹原共款，伊选择将伊生命中的破碎交托伫耶和华的面前。
当汉娜伫圣殿后口咧求讨上帝的时阵，祭司伊利安怎有看到即个妇人人，大个伫遐安尼喙不断伫遐咧叮当，不断伫遐咧杂念啦。也因为汉娜安怎伊伫心中咧默祷啦，伊祈祷无出声音，所以安怎即个时阵祭司伊利掠准讲伊啉烧酒醉，致到伊的神志不清楚啊。所以这时伊利就问汉娜讲：妇人人啊，你要醉到当时啦，毋通去啉酒啦。直到即个汉娜甲应讲：主啊，毋是安尼啊，我的心内忧愁啊，清酒浓酒我都没有喝，不过我伫耶和华的面前安怎倾心吐意啊。这是安怎伊利误判啊？掠准讲安怎？伊是一个啉烧酒醉的啦，不过咱看见这是伊哩拄着什么款的问题？因为伊看见汉娜会艰苦的时阵安怎？伊无安怎给出正确的判断啦？掠准讲伊是啉烧酒醉，甲安怎甲审判咧？兄弟姊妹，我有可能有拄时啊看到一个人的反应的时阵，咱无去了解的时阵就安怎？掠准讲伊啉烧酒醉啊，掠准讲伊个安怎？不过当汉娜甲伊讲的时阵，伊哩才知影讲，原来伊的判断是毋对的。汉娜的祈祷，互咱看见一个无声的祷告啦，一个极深的呼求，安尼祈求吐开超越语言的限制。咱对这时伊哩讲，伊伫耶和华面前咧倾心吐意啊，原文个啥物？个亲像干仔内底的水完全倒出来。完全的倒空，完全的展现啊！将伊所有的艰苦倒伫耶和华的面前啊！将伊生命一切重担委屈，毫无保留的倾倒空在耶和华的面前。哈那并无互这个破碎乱流重担，成做伊生命的阻挡。虽然无人知影伊的心声，不过伊犹原一心一意，完全显现伫上帝的面前。互咱看见，当伊面对着生命中上破碎的代志的时阵，甚至连伊身躯边的红晒，伊厝内底的人无法度理解伊的时阵，甚至是即个祭司以利也误解伊的时阵，含那犹原安怎献就伊的生命？兄弟姊妹，咱诚做老爸老母，敢有可能互人无法度理解的时阵，会互囡仔误解的时阵，咱有可能伫细汉的时阵无法度理解是安怎样老母真爱碎碎念啊，是安怎样老母不断杂念啦。有可能咱长大了后，咱收暗回去，老母就安怎不断敲电话，管东管西啦。不过咱有可能认为讲，我已经大汉啦，是安怎不断咧甲我限制啊？囡仔所看到的是限制，不过老母伊真实的感受是啥物？欢乐。孩子看到的是限制啊，但是妈妈的感受是什么？担心啊，挂虑啊。咱有可能伫生活的中间，敢若独独看到老爸老母外在的行为，就判断认为老母老爸安怎咧限制你啊？不过其实做人的父母的，犹原拢是安怎？看你是做囡仔，做人的父母的，无论你几岁，犹原伫因的眼中，你是因的囡仔。甚至有可能咱会感觉讲，咱的时段会思想想法真老真久，会感觉无耐烦，无想要解释，迄是因为安怎？因为咱的老爸老母透过因的镜架头，咱搭因的镜架头看了真远啊。因所学习的，因所看的世界，无咱较济啦。所以地搞安怎？他所看的视野就这样子。不过，当咱徛伫老母的镜架头搭起嚟的时阵，咱所看到的，咱所去的所在，比伊所看的较济。所以，咱更加爱有耐心来陪伴，来甲伊解说啊。因为咱所得到的是老爸老母伊牺牲伊的青春赚来的钱，来请咱大汉，互咱会当学习一多，会当互咱看见即个世界。
因为伊安怎望每一个细囝拢会当安怎成就超过家己。所以兄弟姊妹，我想即个世上无有一个完美的老母。不过我相信，每一位老母拢是伫上帝的带领之下，用尽全力咧疼咱。有可能伊表达疼的方式无一定完全，迄份心意甲疼是安怎无可取代啊！因为老母用尽伊的方式咧疼咱的生命。咱看见哈纳，伊真艰苦，不过。咱看见伊经历着上帝的平安啊！当哈纳将规个代志过程甲祭司以利讲了后，祭司以利就随时甲哈纳讲：你会当平平安安回去，上帝允准你伊所求的啊！兄弟姊妹，当哈纳听完以利的回答了后，并无责备以利讲：你啥怎会看我做啉酒的？你无看到我真艰苦吗？伊也无随时讲，这是伊哩，你应该爱，互我有一个回应，互我有一个建议，互我有一个亲像先知性的答案。到底上帝有应允我会当有生生囝无？不过咱看见，当哈纳伊谦卑领受祭司的祝福了后，哈纳选择安怎？相信祭司伊哩所讲的话，绝对会成就。所以经文讲安怎？当哈纳离开了后，伊的面上就安怎？不带着愁容啊！兄弟姊妹，哈纳的心情，互咱看见啥物？当环境还未改变的时阵，伊的心情就安怎改变了啦？兄弟姊妹，当哈纳接受祭司的以利的祝福了后，伊的问题有解决无？无解决，伊犹原也未有心。伊回去的时阵，犹原爱面对着伊的翁婿另外一个某对伊的欺笑，对伊的这的酸言酸语，伊的环境犹原是共款，伊的问题犹原无解决。不过，当哈纳真实将伊心中一切的重担倒出来了后，哈纳的心中重新得到溃烂，得到透放，得到平安。伊的内心因为上帝的平安，互伊得到平静安稳的心啦。哈纳有勇气，有迄款的信心，继续面对伊的困难。伊的处境无改变，不过因为哈纳伊完全将伊的重担摆咧伫上帝的面前的时阵，伊相信上帝要掌管伊的生命。兄弟姊妹，当哈纳讲即个伊倾心吐意的时阵，就亲像即个拍破泡油的玛利亚同款，伊将伊生命一切的重担倒伫耶稣基督的面前。哈纳将伊生命所有的一切烦恼重担，完全倒伫耶和华的面前。马太福音11章28节讲：紧啊，劳苦重担的人会当到我遮来。耶稣基督讲，伊要互咱的生命得到安息。兄弟姊妹，你的生命敢有完全亲像哈纳同款，将一切的烦恼重担摆咧伫咱的主耶稣面前？你敢有相信你所信的上帝，伊会当完全互你生命的溃烂？虽然环境无改变，不过你犹原相信上帝咧做工啊！环境没有改变啊，不过我相信上帝伫我心中，互我迄款平稳安稳的力量，会当赢过眼前所有的困难甲挑战。和咱的生命伫上帝的面前得到安息，互伊拭干目屎了后，重新对上帝遐得到开力，犹原面对着生命每一个阶段的困难。兄弟姊妹，我常常咧甲咱的咱的做老爸老母的鼓励讲，咱爱将咱的细囝引带到上帝的面前，爱互伊熟悉上帝。因为咱无法度每一个人陪伴咱每一个细囝，行伊每一个阶段面对着的艰难、困难甲风险，独咱的上帝会当陪伴伊到落尾。
虽然咱看见侪细囝入校头前，咱无法度陪伴因行到落尾呢。我们没有办法陪伴他面对人生每个阶段的困难跟挑战。不过，当伊知影有一个上帝通较起调的时阵，上帝会陪伴伊啊。耶稣基督会陪伴咱的细囝、咱的孙仔，面对伊生命中每一个阶段，直到咱等于天家的时阵，咱永远会当放心，知影伊熟悉上帝。伊知影安怎祈祷，伊知影安怎敬主最大。相款兄弟姊妹，咱的主耶稣毋是干那要解决咱一摆困难的上帝那尔。耶稣伊要陪伴咱行过人生无共款阶段的风景、挑战、悲伤、惊吓的时阵、喜乐的时阵。虽然咱今仔日伫教会内底，咱伫遮聚会感觉真平安自在。不过，当咱离开教会的时阵，咱每一个人事农工商，拢爱面对着无共款的压力、无共款的挑战。囝儿是世问题犹原伫遐，工课的压力犹原伫遐。不过，当咱离开的时阵，咱知影有主耶稣咧陪伴咱的时阵，咱就啥物拢无惊吓。诚做上帝的囝儿，无代表咱的性命一切一帆风顺，一切性命就平安喜乐，毋是安尼啊！耶稣基督伊要陪伴咱每一个时刻的困难，伊毋是干那要解决一概你生命的问题那尔，伊要陪伴你甲我的生命中每一界的风景，伊要陪伴，伊要甲咱同在。兄弟姊妹，今仔日副标是母亲的心声啊。那安尼到底老母的心声是啥物啊？诚做一个老母的心声到底是啥物啊？其实每一个老母的心声，就是藏伫即个无声音的付出的中间，一个讯息的关心，一个向上帝的祈祷，是放手，是成全。这拢是出自一个老母的心声。当囡仔要嫁出的时阵，我想老母成全；当囡仔要追求伊的梦想的时阵，虽然老母犹原烦恼，不过伊犹原安怎成全放手。这是每一位老母的心声。妈妈的心声总是在没有说出口的时候，默默的为我们付出啦。一碗鸡汤，一道菜，一个讯息的关心，拢是出自一个老母对细囝的疼。无论你即马几岁，在老母的眼中，你犹原是因的宝贝囝。今仔日是母亲节的主日，伫咱的中间有的人的老母还阁伫咧，我要鼓励你，趁着母亲节的时阵，互老母一个拥抱。一个感谢，有可能是一个电话、一顿饭、一句妈妈你辛苦啊，拢会当诚做老母真深的安慰。有的老母有可能已经无伫个啊，无伫咱的身边。每一届咧过着母亲节的时阵，心中会有笑脸，有遗憾，会流目屎。不过今仔日咱犹原会当透过母亲节向上帝献上感谢。因为上帝捌透过老母的疼陪伴，诚做咱生命的帮助。因为老母的生命，互咱伫生命的中间，当想起老母的提醒、大道付出的时阵，咱犹原感受到妈妈的同在。虽然妈妈无伫个，不过伊的疼犹原伫咱的生命内底。有的人有可能甲老母的关系并无完全，并无完美。有可能即马你对你的妈妈犹原无法度了解，有伤痕，有伤害。不过求主帮助咱，用耶稣基督的疼去饶恕啊，去医治啊，重新学习，咱会当珍惜眼前犹原拥有的人啊。兄弟姊妹，老母的疼，互咱想到天父的疼。人的疼有限，不过上帝的疼永远是无限的。伊的疼无离开咱。
咱今仔日毋是干那要庆祝母亲节尔，更加是伫上帝的面前，搁一摆学习感恩感谢的功课。当咱搁一摆来过母亲节的时阵，咱要献上感谢。最后，愿上帝来祝福每一位老母，也安慰每一位少年老母的心。愿今仔日上帝的话语要成做你甲我的帮助，成做你甲我的快乐。当咱想起老母的时阵，咱犹原献上满满的感谢。鼓励你，甲你的老母讲，甲你身躯边的妈妈讲，你辛苦啊，母亲节快乐。咱做伙来祈祷。主，我感谢你，我感谢你，互我每一个人拢有一个老母。不过主，我知，无有一个妈妈是完全的，无有一个妈妈是完美的。不过主，我犹原感谢你，透过老母的疼。透过老母的付出，互咱会当感受到上帝你的疼甲安慰。主，阮身躯边犹原有侪的老母抑阁健在，求主你的疼充满伫阮的内底。有可能阮对妈妈有侪的无原谅，有侪的无理解。愿主耶稣你的疼搁一摆激励阮，互阮有迄款的快乐，伫今仔日的母亲节的中间。摕出勇气，对阮的老母讲一声“老母母亲节快乐”，互阮有勇气甲快乐来对阮的母亲表达感谢。主，伫阮的中间也有人的妈妈一定离开，主求你来安慰。当阮少年老母的时，求主耶稣基督你的疼充满伫阮的中间，互阮每一摆咧心思少年的时，阮犹原感谢上帝。互阮有一位妈妈会当成做阮的提醒，成做阮的教导。当阮想起老母的提醒的时，我们搁一摆要将这的思念甲少年放伫心肝底。主，阮知，当阮想起老母的时，伊的疼犹原伫阮的心中。愿主你来赏赐阮在座每一个人，互阮会当透过母亲节主日，我们学习搁一摆献上感谢。主，阮感谢你，互阮伫你的疼内底，搁一摆要来感谢阮的老母。主，阮感谢你，阮在咧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门。